讲到这礼拜六呢，也就是8月23要来进行着核三订胖的公投。中选会着公告，这通过标准是同意票上无500万523张，而且呢爱坐过这无同意票。今仔日呢，就超过540位的学者发起联署声明，有7项反对核三订胖的理由，希望会当催大家来投这无同意票。那民众党的黄国昌呢，是继续去到新北市催票，希望大家拢来投同意。甲民众的手续来比 OK 手势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9国到新北市车扫，希望催823核三订开公投的同意票，嘛阁批评执政党，呼吁民众爱用选票来矫正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。用人民的选票来矫正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。台湾为了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，真的付出太多的代价了。台湾需要好品质的电啊，台湾需要价小合理会用照顾咱民生甲产业的电。同款是公投正方代表的副社董事长董子贤，在去出席活动的时阵，嘛阁替核三厂订开有同意票。啊，不过另外一边有超过540位学者发起联署声明，提出7项反对核三订开的理由。搁在声明讲，活动长站经过核三厂区，其中软化无法度确保核安，要积极争取无同意票。如果将来在一个大地震之下，造成底下的这核岛区附近底下的地形的地质的岩层的变形破坏，将来是一个造山的区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。在核三厂这边，如果发生意外以后，譬如说现在吹西南风的话，那台北也有可能是永久隔离区。行政院长邓台表示，针对核能议题，核安会已经启动必须停事，家己尊重公投结果，更加相信科学的根据。中选会19公告核三订开公投的投票权人数是2000万个2091人。依照公投法的规定，同意票必须达到投票权人总额的25%以上，也就是过关至少就要500万个523张同意票，而且有效同意票必须比无同意票较济，安尼公投案才算通过。这届公投案的18岁头一届投票的人是有40万个9227人。记者采访报道。